好啦，鄉親啊，講因為即擺中東咧戰爭，全台灣有真濟地頭是引發着塑膠袋啊之亂。像台北的永春市場賣中藥材的攤商，不管是底藥材的袋啊，或者是中藥罐啊，即擺攏欠貨嘛買無咯。抑閣有賣水果的攤商，甲10外粒無共款的水果，全部甲底裡共一卡的袋啊底。頭家是無奈滾酸笑，講即擺這個塑膠袋啊哦，是比黃金要較貴。這個箱比黃金貴，我跟你講，傻乎乎的。沒有，這個不值錢啊，這個比較值錢。雖然頭家佇咧滾酸笑，語氣煞真無奈，畢竟塑膠落甲之亂，擱佇咧炭燒，永春市場做生意的攏受到影響。來，你幫我倒在這邊，還可以。來，這裡不要了，100角哈。對啊，倒出來了。現在塑膠袋100角哈。過去加一兩卡，互人攏賣唔甘，如今互當作寶，比水果更加珍貴。人客手頭10幾粒美麗瓜，攏錢佇咧一卡落啊。無共種的水果，過去攏分地裝，即馬會當省就省。以前都可以很大方的一個一個給啊，現在說裝在一起。以前都一塊一塊啊，我說哪有，算了。除了塑膠落架、PET 或者是 PP 在一個塑膠殼架，頭家嘛會洗清氣回收利用。另外一擔賣中藥材擔，打塑材料無密封袋也無法，底藥材罐仔即馬嘛無得買。瓶子以前都買不到了。哎，現在我們就改用這個裝起來啊，用這個封口袋裝起來，這樣不要拿，就給他扣10塊啊。頭家講，甲庫存摕出來用，勉強可以當加當一個月，成本性家己吸收，袂過求人給出。這搞到個無得買，但是有庫存的，改是搞到低。沒有跟老闆另外拿袋子哦？不用啊，現在袋子不缺嗎？哎，那沒意義啦，沒事啦。覺得還可以裝就可以裝得下，裝得下。嘿。人客佇咧市場行一輪，知影塑膠落啊欠貨，嘛唔知影該偌久塑膠落啊才會落價。加在攤商、消費者攏關係同齊渡過難關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